是神明金身离教后至入庙之前，阳伞手必须以凉伞在金身上面遮挡阳光。各顶神轿返回庙前广场后，阳伞先自庙后遥向庙内几千致意，后即可将轿内神像各双方神轿会在村庄路口相会，双方凉伞手开始行接礼，等于是以踏凉伞仪式向对方致意问候。这时是凉伞手表现其功夫的时候，也是凉伞技艺的精华所在。站哦！继续走，继续。
去的孩子，一群曾经被放弃的孩子，以及一群怀梦梦想的孩子。每天利用课余、假日、寒暑假挥洒的锐气。